各位媒体还有全国的民众，大家早安。那我们今天早上也是一样，跟我们22个县市政府召开全国疫情研商早报会议。那我就先就今天会议上所讨论的事项跟大家做说明。那第一个是我们对国内疫情现况一样，跟各县市来做一些说明跟提醒。第一个是近期内仍有职场、机构、医院、社区等场域的群聚事件发生。那我们请相关地方政府还是要持续落实疫调及接触者的匡列、社区筛检及监测，那以利于这个早期发现病例、早期介入。那有鉴于最近对于人流的上升的趋势呢，尤其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在观察上有注意到周末的时候的人流有特别增加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请各地方政府还是要加强宣导，落实3级警戒的注意事项。第二个是有关 Delta 变异株的入侵屏东枋山社区，那目前虽有一些控制但是对于屏东县政府扩大社区采检及居民的健康监测的部分，还是请屏东县政府要持续提升当地民众及医疗院所的警觉。那第三个是台北市辖内近期发生市场、机构及工地等的这个群聚需留意防范扩散至社区，并加强疫调及跨县市疫情的通报，并建议持续考量民众就医可进性的这个社区筛检站的部分那第二个是针对第7类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及高风险接种人员的这个专案对象疫苗接种配发。因为在上一次的会议跟今天的会议上面，县市政府仍是有一些关心那我们在会中有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说明。那这个我们在已经请相关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将接种计划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第86次，也就是这个礼拜的这个礼拜2的疫情会议中来做报告。那我们在会中也请各部会要对于地方政府业务隶属的相关局处的联系，那请这些地方隶属的这个相关局处的部分要跟当地县市政府的首长要有所报告让县市首长可以充分的了解在第7类接种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个组成等等这些相关的资讯要让县市首长来充分了解。那第3个是有关于地方政府建议扩大疫苗施打的对象，因为每一次都有一些建议的类别啦、对象那我们有跟大家做一些说明了因为疫苗的数量的关系，那指挥中心一定会持续针对高风险人员进行一些盘点、滚动的规划，后续纳入施打的开放类别目标族群。那请地方政府一定要配合指挥中心的规划，确实将拨配的疫苗施打于优先开放类别的这些目标族群来做接种。那第4个是地方政府关切接续莫德纳疫苗的这个拨发的部分那因为莫德纳疫苗的这个保存解冻的作业所需的时间所以目前这个阶段要分成2批来拨，那第2批的部分预计是在7月5号会去做拨发到地方政府去，因为需要做一些解冻的时间所以这个社区组也在今天的会议中特别跟县市政府来做说明。好，那今天的报告就先到这边。委员好，央广提问要问一下，因为最近有发生那个防疫旅馆大火的事件，所以这边是不是有做一些提醒，包括在防疫旅馆什么样的检查设置，或者是在消防员在这个防灾救灾这边是否有一些提醒？好在去年其实开始设置这个防疫旅馆的时候指挥中心也好，消防署也好，都有订定相关的这个救灾救护还有相关的指引。
那也都会在开设，就是因为防疫旅馆都是陆续开设的哈。那地方政府除了卫政跟观光的主管机关会去做一些检视，另外在开设之前，那县市政府也都会要求这个消防机关再做一次安全检查。那我们也检视了一下这一次彰化这个大火所设置的这家防疫旅馆，他们在开设之前，也一样去做了一下消防安检的部分，也有一些改善的在消防设施上做一些改善哈。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会再次的提醒叮咛所有的县市政府在开设的这个防疫旅馆，尤其在开设后，整个这个救灾救难的动线等等，那这些救灾的指引，一定要充分的教育训练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的部分哈，在防疫旅馆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跟认知哈，所以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强化。那对这个火灾所引起的这个事件，其实我们非常的遗憾了哈。谢谢副指挥官，这边有2个问题想要请教。第一题是因为今天开始是入境都要普筛，那目前每天入境的人数大概是200到1000多人，但是因为1、2航厦是各只有5个筛检站，想要问一下这样量能是足够的吗？因为昨天陶机公司其实他们也有说他们预期一定会有等待的情形，想要问一下说这样在等待的时候会不会反而造成群聚？另外带华视新闻提问，想要问一下华南市场有41人确诊，想要请问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掌握？那接下来会如何因应？谢谢。好，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有关华南市场的部分等一下这个指挥中心会另外来做说明哈，所以有关于华南的部分，我们就另外说明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报告哈。那机场的部分从今天开始，那如同刚刚媒体所说的哈，我们在会中也跟大家说明过从周日到周六每一天入境的旅客数都从200多人到1000多人都不尽相同。那一样的航班停靠的时候T1 跟 T2 2个航厦也都有。那时间呢，从清晨的时间一直到晚上的时间都陆续哈。所以其实我们昨天上午我有到机场去，跟这个机场的所有的团队，包括机场公司，那我们整个 CIQS 的团队，我们都一一检视这些动线。那虽然目前我们在2个航厦 T1 跟 T2 各有五座的这个采检的设备哈。那因为航班到的这个时间点跟人数，我们会去做预先的安排。我昨天有跟大家说明哈，前一天都会先看隔天航班的抵达时间、预报的数量，那去做规划。那也机场公司跟整个 CIQS 的团队也看了一下，这个如果必须采取比较大量采检的时候的作业方法也都有。另外因为考量现在气温其实还蛮高的哈。那以入境大厅，因为现在几乎都没有旅客可以不会有其他的人，然后不会有其他接机的人，所以入境的大厅大概只有旅客，所以一样会善用入境大厅非常多数的这些座位，然后把那个位置拉开，加大它的间隔，让如果必须要等候采检的旅客可以依照这个座位来去做等候。那这样子第一个间隔拉大，那也可以让旅客比较舒适的等候采检。大概采取的这些措施，那如果必要的时候，就会采取大量采检的这个计划。不过看起来以目前来讲，大概1周会使用到的次数到1到2次大量采检的部分。副指挥官早安，想请教一下，刚刚提到那个第2梯次的莫德纳疫苗配发，因为之前好像提到说跟你确认一下，第2梯次的莫德纳疫苗数量是之前的41.8万剂嘛？那之前说预计是7月8号会陆续配达，那现在是不是有提前？是因为各县市施打的状况有提前吗？请教，谢谢。
因为我们也观察大家施打的计划跟那个施打的状况嘛，哈，所以有提早但是因为还是需要大家知道莫德纳的这个保存的温度哈，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解冻的时间，所以预计是7月5号去拨付。副指挥官好，想请教一下，指挥中心跟各县市政府讨论微解封的进度如何？还有餐饮业微解封有谱了吗？请问是不是有最新的指引？谢谢。那个相关做降级也好，或是这个对于接下来的调整，那这个各部会都还在盘点跟计划。那我们今天并没有跟地方政府有对这个部分有做一些讨论。副指挥官早，想请问这个彰化防疫旅馆的逃生 SOP， 居检者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火灾的时候逃生？那正确的 SOP 应该是如何？那第二个问题是，信义和大安有2个诊所有群聚，那台北市议员有说这个筛检距离只有450公尺，然后100人没有筛检，可能匡列100人没筛检，可能会成为北市的破口。那这个匡列的居检者都一定要筛检吗？以上，谢谢。如果居家匡列为这个密切接触者，那或是扩大匡列的部分，那就会去安排裁剪。那逃生的部分是有一定的这个在开设为防疫旅馆的同时，对于灾害发生当下如何去做逃生，都有它的这个相关指引来作业。那当然，遇到火灾、火警或是灾害的警报的时候，就依序来做这个逃生的部分。副指挥官好，我们这边台视提问，就是一样是想要针对微解封的部分，因为观光局好像有研拟提出观光区的一些微解封，那是不是针对封闭型的卖店和游客中心会重新开放销售呢？那至于在开放型的景点的部分，如果是不劝离的方式，那会怎么样子来做这种人流的管控？那另外想要问一下，那个民间采购疫苗的部分，就是现在有传出 BNT 的话是预计最快7月签约，然后9月或10月就会到货，然后也有提到好像行政院的政务委员罗秉成是这一次的关键角色是吗？那这部分可不可以请副指挥官回答？谢谢。好，那个相关未来在这个3级警戒之后如何去做调整？第一个，我们一定会就疫情的变化去做观测跟监测那相关解封之后要做哪一些的开放或如何开放，其实各部会都还在计划。那如果完成之后，指挥中心就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跟大家，因为这个都还在计划中，所以到底内容如何都还没有那个知道那另外协助目前3个民间团体无论是或是企业那都依照这个计划在持续的推动跟进行了那有新的进度或是可以跟大家说明的，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做详细的报告跟说明副指挥官好，我们想要请教，因为今天中选会会针对828公投是不是会如期举办来做一个审议。那因为中选会这边表示说，曾经请教过我们指挥中心的意见，那不知道如果828举办公投的话，是不是会对这个防疫来造成比较多的负担或风险？谢谢。相关的中选会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去年也有一些地方的选举补选那从去年开始，其实中选会只要针对选举投票的部分，都会来征询指挥中心的相关意见。那这一次他们中选会还是也有来征询那就我所知，中选会是今天开会，下午会做一个决定。那我们在这段时间都会有提出提供给他作为一些防疫措施计划等等。那在去年他们也有相当的经验像去年他们也有相当的经验。那
其他的部分就等他们中选会的这个委员来做决定。副指挥官好，再次提问，想要请问这个新北市有一名水果行的业者，就是控诉说，北农有个新规定，说14号要持 PCR 阴性报告才可以入场，那15号后是疫苗接种证明，但他现在就是 PCR 时阴时阳，医师告诉他说有抗体不能再打疫苗，那他就基本上不会再感染，可是北农现在规定让他没办法补货，那请问这边如何因应？谢谢。你是说他现在暂时无法接种，所以因为他没有办法接种，到时候15号他就没有办法进入嘛，对不对哈？不过因为他身体的状况还是不能太过于勉强了哈，所以接种疫苗还是要以他最适合的情况来做哈。当然因为整个防疫的措施跟计划可能会影响到少部分的人，那也请大家可以体谅互相来配合。我相信这个是照顾整个北农可以维持好的营运所以也请他体谅一下。副指挥官好，请问我想追问那个关于彰化的防疫旅馆火灾，那想请问现阶段会不会有一些改善的做法，或者是说未来会有一些阶段性的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想问您刚刚说那个救灾救难的这个动线会再提醒他们要加强训练，那请问指挥中心或者是内政部有任何关于防疫旅馆的这个救难的指引吗？谢谢。这个都有，在去年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做说明去年一开始在设立防疫旅馆的时候，指挥中心跟内政部消防署都有分别有一些相关的指引给提供那每一个县市政府要开设防疫旅馆的时候，也除了这个卫生主管机关跟观光主管机关去做审视以外，整个防疫的措施，那他们也都会县市政府也都会要求消防主管机关再去做一些消防安全的检查。好，那就这个彰化的这个不幸的事件之后，那我刚刚也有说明，我们会请消防署请各县市消防局应该去加强第一个对于这个防疫旅馆的防救灾的部分的训练要求我想这个是有必要的。好，那今天上午的记者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